有一天他的玩具不见了，他找不到，然后他十分的难过，然后他一直在找他的玩具的时候，有一个大朋友看他很可怜，他就从他的包包里面拿一个玩具给他。我也常常会这样，因为很多孩子嘛，包包就会随身携带玩具，然后看到一个小朋友他没有玩具，看他很可怜，所以就会主动给他一个玩具。可是呢，这个时候这个小朋友反而更伤心、更难过。那大朋友就非常就觉得，很奇怪，为什么会又难过？他就问他说：“你现在不是有一个玩具了吗？为什么还要这么伤心呢？”那小朋友就回答说：“我本来可以有2个玩具。”这样是知足吗？哦，不是哦，哦对，因为他原本的不见了，但是有人送给他一个，他反而觉得说，那这样他又少了一个，这样是不是有一点贪心？所以呢，我们来看神的话，在圣经提摩太前书6章6到11节。好，老师来念。然而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，便是大利了。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，只要有衣有食，就当知足。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，就陷在迷惑，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。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财钱，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了。但你这属上帝的人要逃避这些事，追求公义、敬虔、信心、爱心、忍耐、温柔。这个是在提摩太前书6章6到11节有说到。那我又再说一个故事。有一个母亲呢，她觉得就是每一年她都会帮自己的孩子准备圣诞节礼物。那这一年呢，她觉得她每一年花在圣诞节礼物花太多钱了，花太多费用。她这一年她想要省一点，所以呢，她今年她就想要尝试不一样的做法。她一样会准备孩子的圣诞节礼物，但是她比如说12月圣诞节嘛，他10月开始去搜寻二手的物品，就是有人用过可是还很好的，然后他给他买回来，然后包装一下，比如说这个本来全新的可能要1000块，可能他二手的只要500块，他就用这种方法让那个钱可以省下来，然后他就买了许多便宜的二手物品，然后他就花了很少的钱，然后买比以前的礼物还要更多，因为你用钱，然后反而变成多了2个礼物这样，所以他就买了很多礼物，然后在平安夜的时候呢，他的孩子们就很兴奋的一个一个拆开的礼物，结果到隔天，他们竟然醒来说：“我们发现还有更多礼物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原来这个母亲，她是因为觉得，这些不太她心里又内疚了，给小孩子不是新的礼物，她感到内疚，所以她又跑去买了新的礼物给她的孩子，然后又隔天圣诞节的时候又给她的孩子许多礼物。”然后他们又要开始拆，然后孩子就很快就抱怨说：“妈妈好累哦，这么多礼物我们不想再拆了。”有小孩子会说：“我们不要那么多礼物吗？”会吗？会一直要吗？小孩子通常都会这样。哇，那个小孩子他们就不想再拆了。那他们一般小孩子是不会嫌那个礼物太多，对不对？那同样的，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还有祝福也很多，但是我们常常会一直渴望要更多，就一直觉得不够。譬如说，大人就说：“我们家里太小了，小朋友突然多了3个人，我们要买更大的房子。”他说：“这个车子太挤了，我们要换大一点的。”或者是看到那个我们的存款不够，我们要存多一点，或者是手机它又出新的了，不行，我也要买到
到这个新的手机，哇，他会渴望更多更多。因此呢，圣经保罗就鼓励这个提摩太，提醒他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，就是在第七节这个，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，只要有衣有食，就当知足。所以我们要常常要感到知足，不要太贪心。我们也可以，虽然我们还小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可以，这个也是一个可以成为一个我们很好的习惯啊。我们可以说，我们有一个就够了，不要很多礼物。哇，妈妈听到的话一定会哭得流泪。我的孩子好懂事，很体贴，知道吗？这是我的心声。好，所以上帝呢，不但赐给我们生命可以呼吸，对不对？他还供应我们创造这么多世上一切的万物给我们供应一切所需。若是我们可以好好的享受，并且满足他所赐给我们的礼物，我们可以祷告向上帝感谢他所赐的一切，我们就不要再向他要求什么，是不是？我们的心意也可以这样吗？可以向上帝说，你已经给我们太多了，我们不需要太多了，这该有多好？所以就是敬虔加上知足的心，便是大利人。第6节，我们一起念第6节。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，便是大利人。对，这个就是我们的金句。好，那我们，这就是礼物太多，对不对？这刚刚我们讲的故事。那我们今天我们可以透这个短短的时间，我们可以想一想，我们可以感谢。今天可以用一个感谢的心来回应上帝。今天你想要为什么事感谢上帝？小小的事也是一个大事哦。而且你要如何学习知足呢？从一件小小的事就可以做到知足哦。像我刚刚讲的，跟妈妈说，妈妈，我这个一个礼物就够了，哇，这个就很贴心。那你们想一下，你们今天想要为什么事来感谢上帝？然后等一下我们一起回应给上帝，一起祷告。譬如说，上周末营，有的吉他班的学生是不是没有吉他？哇，上帝感动弟兄姐妹奉献，让我们有吉他可以用，可以学，我们可以用在教会，然后好好的学这个乐器，学以致用，对不对？哇，这是上帝的恩典呢，上帝给我们的礼物。是不是我们可以借着这个机会来向上帝感谢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呢，或者就是像我们其他还有不认识主的小朋友，他们在外面干什么？看电视，或者是在外面，或者是无论他们在做任何事，但是我们今天用这个时间来到教会，我们可以感谢，让我们可以时时的亲近他，对不对？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小小的事情来感谢上帝。那你要怎么学习知足呢？有没有？找2个可以回答。小小的事情，知足。我请大一点的同学好了。那个蔷薇，你要怎么学习知足？知足要怎么学习？从平常的小小的事可以学习的知足，请大的朋友讲。知足就是满足，然后不贪心。好，这个你回家的作业好不好？我们当做然后下礼拜都老师问你们为什么要喝。好，那我们一起念金句。那我们的今天的作业是如何学习知足哦。好，然后我也会问家长哦。好，我们一起再念一次金句。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，便是大利了。提摩
感谢上帝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个感谢的祷告。无论是你为着你可以学习吉他来祷告，或者是各样你想要感谢的事情，可以来向上帝祷告。我们现在可以开口一起向上帝祷告，感谢他，感谢他，让我们可以健康，感谢他，我们可以平安。你可以为这些来祷告，短短的祷告也可以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同声来祷告。亲爱的耶稣，谢谢你，感谢你，感谢你给我们美好的天气，感谢你，主，我们要学习每天来感谢你。主，也为着我们每一个小朋友，让他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。为此，我来感谢你，耶稣，让他们能够从小就能够认识你。主，我感谢你。主，我们要时时刻刻来感谢你，凡事感谢你，天天的向你祷告，让我们常常的喜乐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无论是无论是我们没有开口，或是在心里祷告的，主，我们必能垂听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我们要有一个感谢的心，无论是面对各样的事情，或是我们在教会参加儿少周末也感谢你，或是我们能够有这个吉他，来利用这个吉他来学习、来服侍、侍奉你。主啊，这是多大的恩典！谢谢你，耶稣。这是祷告，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